这台美关税签订了后，未来若准通过美国的 FDA 审查通过医疗器材和药品，都当正做来台湾申请上市证据。这是药署表示讲，未来美国新药的审查会重视伫咧人种差异，抑个适应症等重点。另外，讲到这保健食品关税对本地30%降到10%，不过这计数可能是无啥降价，是因为进前关税对线卖来讲占的趴数本地就无悬。上班族因为定伫外口食含伤晚困，造成营养无平均含疲劳。有的人会惯食补充维他命含叶黄素食的保健食品。即马台美对顶贸易协定签了后，美国输入的保健食品的关税会对本地30%降做10%。真侪人希望关税调降，嘛反映伫产品的计销。民众都会想说要买比较便宜，但是效果一样的东西嘛，对啊。然后现在关税降了，表示说。应该是有机会降吧。如果是2000的话，当然就是可能便宜到1500之类的啊。对，我是这么想。不过，台湾保健营养食品工业同业工会认为讲，过去关税占零售价小不到1成，加上全球定价策略的影响，敢有法度降价回馈予消费者，即卖也唔知。目前国内差不多210间保健食品制造商，内面差不多有9成是替国外代工的。未来关税调降，将有可能冲击到本土业者。外商总部全球布局的改变而有所调整，这都会对保健营养食品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。另外，美国籍医药品有机会伫台湾加速审查。食药署表示讲，未来只要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审查医材含药品，都会当摕来做申请咱国许可证的证据，大幅简化审查的程序。未来通过美国 FDA 审查的美国制造医疗器材与药品，可以美国上市许可作为申请我国许可证时的充分证据，但适应症、人种差异、临床使用等仍需通过我国专业审查。食药署强调，健保给付的医药品符合国际应用，是病友团体长期的诉求。未来嘛建立自费医材协价单一平台，无需要22关市一个审查简化程序，加速临床的应用，而且严格把关认证的查药、适应症和临床的使用，来确保病人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